那你的善意被他们说是双光辉吗？一个首长要认真的做人民期待他做的事，对于各方面这种评论，我们都非常的敬请小心，并且如果自己有哪个地方没有做好，切实要接受指教。如果做的是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的事，都会一本初衷，勇敢去做。早上那个天灾预备中心进驻，那对于蓝营的首长加油加油加油！郭金党立委认为说，当初您这个新北输了30万，可是怎么会对有一个选票基础的首长用这样的方式？他们认为是耍官，我用这3个字来形容，你过于吗？大家知道，当台风、地震等天灾来临时，国家大家是要一体来减少灾害灾损，所以有灾害应变中心的设立，不分中央与地方，并且为了方便联络，还都直接有视讯。我对于当天已经停班停课的6个县市，不分男女，一一致电关心，同时请县市首长把对同仁们的肯定和鼓励转达，同时也借由视讯了解各地方的情形，希望中央能够及时给予帮助。这都是行之有年的标准作业程序，各地方首长也都能够借由这样，让人民看到大家都在岗位上，也更让人民放心，相信这也是人民的期待。所以我们的做法，只要能够让首长、地方中央更快联系，同时也因为这样的做法，让大家都能够更相信，并且更认识到自己责任所在，都是好事。那你的善意被他们说是双光辉吗？一个首长要认真的做人民期待他做的事，对于各方面这种评论，我们都非常的敬请小心，并且如果自己有哪个地方没有做好，切实要接受指教。如果做的是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的事，都会一本初衷，勇敢去做。我觉得这样子的说法并不恰当。那么更何况我们现任的大法官里面的多数都是上一政府，也就是前总统的时代所提名的大法官，没有所谓的御用大法官的问题，而是大法官秉持他对这个国家宪政上的责任所做出来的决定。那你觉得他现在减肥有没有？这题你自己回答。报告总统，我已经减4公斤。总统他帅，瘦的时候比较帅。这样看也不能太多。那你觉得还有哪些县市刚才佑昌上来的时候就跟我讲，他不要跟任何其他人比较。我想身材不是重点了，会做事才是重点，不是吗？那只要健康就好。要问一下那个年改革事情的判决的这个书，他怎么看说有些区的党员会来自于说冲击到这个军用的选票，这个有事情，他怎么看说这个韩国也提到说，那这个军用你们是用御用的大法官来这个积极不强推回国家的根基的一些党权。这个年金改革确实是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也历经了好几任的政府也好几位总统都提到说年金改革都迫在眉睫，甚至有悬崖勒马的这个说法所以历经了这么久在我的执政的开始我们就进行了这个年金改革的种种的准备工作那这个过程中当然有一些讨论跟争论那但是在我们整体社会的支持跟谅解之下那我们可以完成了这一项对国家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改革。那么改革之后呢我们的国家的财政可以稳定
那我们退休的军公教人员啊，不用担心我们年金的基金会破产，那也能够过一个比较稳定的退休生活啊。那么这项的改革哦，当然对有一些军公教的同仁来讲哦，他们退休金有被减少，对这一点哦，我要向他们表达哦，对他们的敬意哦，但是也有一些歉意哦。但是为了我们国家整体的利益哦，跟国家的未来哦，那我们都必须要做的一项改革工程哦。那么至于刚才说什么御用大法官，是不是？我觉得这样子的说法哦，并不恰当。那么更何况哦，我们现任的大法官里面的多数哦，都是上一政府，也就是前总统的时代哦所提名的大法官，那么没有所谓的御用大法官的问题，而是大法官秉持他对这个国家宪政上的责任所做出来的决定。